民主愛靠選舉，選舉靠中選會甲在座大家咱所屬的這委員會同仁。年底將進行9合1大選，中選會主委游盈隆就任3個月，帶領團隊到各縣市選委會視察，親自了解基層選務執行狀況，強化中央甲地方選務機關的合作。9合1選舉真正規模有夠大的，牽涉到11000人以上的公職人員的選舉，干那這個選區都有8000。900空人的選區，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相當複雜，加上立法院在野黨去年修正公投法修法，地方選舉甲公投依法將同步舉行，無可能脫鈎。基層選務人員就煩惱，除了將增加投票甲開票流程的作業時間，也將對第一線造成負擔。公投案不要太多，不然的話，其實有很多的選務工作人員都會很擔心。怕自己忙不過來，背負的責任又太大。我發現，其實立法院在野黨團看起來也在思考這個問題，所以看這個有一些跡象顯示，要推5個6個公投案出來的機會，看起來好像在遞減。也毋過最後安怎，即馬也未當確定。希望公投數碼會當合理，也若各界討論歷總統以及立委選舉無再次投票。游盈隆表示，這個做法有爭戰性思維。也毋過台灣選舉制度特殊，甲其他國家選舉形態無同，目前對推動時機猶原抱持保留態度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